主后2022年12月初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女道的专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22篇到123篇。我真欢喜，人招我讲，咱来去上主的殿。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已经踏入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建造做一个城，全城整齐适配。逐个支族就是上主的支族，拢照以色列制定的例，上去遐称赞上主的名。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密家的宝座，着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。愿你城内有和平，愿你的宫内有安乐。为着我的亲人朋友，我要讲，愿恁平安。为着上主，咱的上帝的殿，我要为恁求福气。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啊，我举目望你。看，奴仆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，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女主人的手。阮的目睭嘛要安尼仰望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一直到伊临永远。上主啊，临永远，临永远。因为阮互人看轻，已经到忍受袂牢。阮已经无法度忍受自满的人的冷笑，无法度忍受自高的人的藐视。旅途的专注，每一遍的旅行，总是互咱充满无限的回忆。想起旅行的起点安怎计划，想起旅行的过程安怎甲旅伴冤家搁和好，同齐经历美好。想到旅行的结束，总感觉烦恼的时间过了特别紧。朝圣者回忆迄一段美丽的旅程，就是行往上主殿宇所经历的一切，袂禁得感觉迄是偌尔啊，互人兴奋的路程。当第一遍徛伫耶路撒冷城门，迄振作人心的景象带来无比的惊喜。大支族同齐徛地，同心敬拜。迄同心颂赞、祈祷、敬拜的声音，只为着要往圣殿内宝座顶的至高者献上最高的敬拜和感谢。迄点仔久，朝圣者感受到对上帝来的平安，袂禁得为国家、城市、境内祈求和平甲安全，也为着人民亲友祈求兴旺、平安甲幸福。朝圣者仰望家己上深的祈祷，会当得到上帝怜悯。当朝圣者想到国家受到外敌欺凌，想到家己伫邻里受到热心土豪的欺人，面对现实的困境，简单会得不断仰望上帝悲悯的眼神，会通临到家己。拄亲像奴仆、女婢、瓦靠主人和女主人共款，朝圣者简单通仰望上主。看仆人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，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女主人的手，阮的目睭嘛安尼仰望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一直到伊临永远。
伫古代，奴仆和女婢必须专注伫主人的手势，以便随时为主人的需要做好准备。经验老道的仆人，甚至会伫主人还未举手以前，透过观察就通真紧为主人准备好一切。做仆人的若无专注，就容易出差错。相反，当朝圣者的眼光无搁再仰望上帝，就会简单看见世界的伤害，感觉艰苦心。伫朝圣的旅程中，会出现真侪互人分心的事物。若小可无注意，朝圣者真容易就会袂记得旅途的目标。朝圣者简单会当忠心仰望上主，充满信心和愿望，不断向前行，无看路途艰难，崎岖恶行，独独仰望上主，直到伊的怜悯临到。咱拢亲像前往圣殿的朝圣者，行伫朝圣旅途中，有倒一寡代志值得咱向上主祈求，搁献上感恩嘞？还是讲，咱伫朝圣的旅途中已经迷失方向，毋知影上主伫倒位诶？愿咱拢会当转来到上主面前，伫朝圣的旅途中，做伙靠唱心和，献上上赞、祈祷和敬拜。伫主内彼此祝福，互相支持，三体体谅，也亲像仆人的目睭专一注视主人，专心仰望救主耶稣基督，确立生命方向，直直向伊奔走。这场朝圣旅途，你想要参加无？咱做伙大步行，向着明确的目标，勇敢向前行。默想，伫生命旅程中，我有注目仰望上主无？伫生命旅途中，我有注目仰望上帝无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愿你带领我的脚步，互我目睭所看见的，毋是家己的脚步，要行学得行，反倒是搁较侪仰望你，专注伫你的引带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